台湾的艺术水果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清朝时代，老兵团起铁路，起一过啊，来到日本人，规站西部拢甲接起来，咱讲叫做唱冠线。以早日本时代有迄个四句联，咧念甲火车有牵连的歌句，国情原来捡出来，甲所有观众朋友咱大家做伙来探讨，做伙来参考一下。大声，咱来讲，火车行过丹高山。手提时表看点半，为娘挂掉要安怎？一阵烧热一阵寒。这篇四句联内底就是咧讲，唱冠线火车已经去到丹高山，就是咱即马所讲的高阳。手提时表，就是规伫咧手内，也讲绑伫咧手的迄款表啊啦。摕起来看讲拄啊点半。毋过永早咱咧讲民谣吼，头前两句拢是咧讲斗句的尔，后壁主要尾手迄两句。咧讲男女间的感情，迄才是趣味。毋则讲即拍四句联，搁落去讲为娘挂掉要安怎？一阵烧热一阵寒。即句挂掉，即马较少人咧讲啊，就是讲为着你吼，相思操心白目，规个心肝拢互你慢条条，安尼叫做为娘挂掉。这就是较早日本时代已经有唱冠线，毋则有即个四句联。过来，国情过来讲一条原来日本时代的四句联，内底讲白纸写字。青纸风，红纸包面做批笼，要寄几句甲阮讲，内山火车袂交通。确实都有影，因为日本时代，敢若大山火车，敢若唱冠线建设好尔，若要入内山，火车还袂交通，所以我白纸写字，青纸风，搁红纸包面，外口做批笼。我的心声，我实在要讲，互你讲，写内底一字一句，拢是我相思的心情。即拍就是女性的四句联哦，讲要寄几句甲阮讲，毋过吼，我歹势寄啦。我所找理由讲内山火车袂交通。过来，国情过来讲，这就是卢金秀老师作词，老福祖捌唱过《宜兰人》这条歌。内山火车袂交通，日本时代无建设火车对内山去，毋过有建设对海口去呢。这条《宜兰人》的歌词，原来有唱到。甲火车有牵连的四句联，来讲火车行到淡水港，玫瑰野味遮尔香，对面迄间的老汤，安尼我高高水当当。讲到即拍四句联，咱就想到淡水模式，内底嘛是咧讲日头将要沉落西，水面染五彩，男女老幼咧等待，渔船倒转来，桃色老汤门半开。琴声诉悲哀，是啦，这就是咧讲淡水向面，咱讲风月场所的女性，阿娘我高高水当当啦。毋过淡水线火车1988年就已经结束起来，已经拆掉了。即马要去淡水无通坐火车，咱换爱坐电车捷运咯。